镜头刷登来台湾，乡亲啊来看这个湖道实在是伤臭样咯。新北市三重埔一栋合体的一楼是德联邦红人会经营的娱乐公司，同时嘛是招待所。平常时啊出入复杂，加上若有联欢会开趴，是安尼变叫话要吵死人。这个大楼的住户，互因吵甲挡袂牢，去甲因反映，因竟然共呛讲。 你到底知影我是食无？阮是创世纪娱乐公司，是德联邦红人会，阮即摆真红呢！你敢真正袂惊？刷来甲即个住户摔倒在地，害人闹震动。即个被害的女子忍袂落去咯，激动来指控，即个法律到底是咧保护市民，也则是咧保护湖道？ 一个穿白衫的小姐突入去拐仔徛伫门口，刷来和两名恶煞摔倒在地，后来检查出来有脑震动，当时徛起来继续要理论，结果人愈来愈多，要人压巴大要甲喊。他们就说：“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呢？我是创世纪娱乐公司竹联邦红人会，我们现在很红真的不害怕吗？你真的不觉得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？” 原来新北市三重埔这间合体一楼是德联邦红人会招待所，唔但出入的人员复杂，而且呢音乐佫放甲真大声，去吵着住户。他们4年前进来了以后，我们开始就没睡觉了。我可以3天睡2个钟头，因为他们的声音，他只要放音乐，我家就是在放音乐，就是在开趴。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啊？帮我看困难是不是啊？ 唔但将人摔倒在地，佫硬要入去这间大楼，甲管理员大细声。其实这间招待所唔是头一摆出代志，去年11月，就3名恶煞举棍啊敲破玻璃，今年佫伤到抗议住户，决定门口挂鸡龟抢华山帮。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小孩，因为他们进出都在这边。那有时候怕跟他们遇到面的时候，或者他们都有吸毒的状况。 若讲若靠这住户真的是忍无可忍，警方将这列为重点的扫动的目标。公司招牌已经退落来，嘛真少人咧出入啊。不过就算安尼，依然有真个状况，互因逐工转去时，拢要会惊。我们纳税到底为了什么？是保护我们呢，保护黑帮呢？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陈雅玲，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